2026年眨下眼就過咗一半。如果你覺得上半年自己好似踩入咗個大泥沼入面，明明出盡200%嘅力，但係回報連2成都冇，甚至乎嗰啲錢財好似倒水咁流失，連個人嘅精神都被抽乾晒，咁你今日一定要停低手，頭上所有嘢由頭到尾聽清楚我接落嚟講嘅每一句說話，因為今年係丙午馬年，天干屬火，地支又屬火，雙火交加，成個上半年嘅磁場呈現出一種極度焦躁、動燒同埋消耗嘅狀態。好多人喺過去呢幾個月經歷咗世紀大地震，身邊小人作反，或者財務上無端端穿咗個大窿。但係你一定要記住，呢個絕對唔係你個人能力有問題，而係宇宙星象同埋五行磁場進行緊一次10年難得一遇嘅深度大洗牌。火氣太猛，一定會燒乾所有嘢。但係老人家話齋物極必反，當時間線推移到下半年，即係過咗立秋之後，金水之氣開始暗中發力，呢股原本燥熱嘅能量就會慢慢轉化為實實在在嘅財富。要明白今年丙午馬年嘅雙火磁場代表啲咩？天干丙火好似天上面猛烈嘅太陽，地支午火就係地下熊熊燃燒嘅烈火，上下夾攻喺咁高溫嘅磁場之下，每個人嘅心態都會變得好浮躁，做決定好容易衝動，甚至乎健康上都容易出現心血管血壓同埋睡眠質量差嘅問題。你回想一下自己過去幾個月，係咪經常覺得無名火起，或者身邊嘅人好似食咗火藥咁，少少事就嘈大鑊？呢種焦慮感唔單止影響你嘅情緒，仲會直接陰乾你個財富。火太旺會將水燒乾，而喺玄學入面，水就係代表財富。所以上半年你賺到嘅錢，好容易因為一啲突發嘅意外、家庭嘅開支，或者一啲莫名其妙嘅投資失誤而流失。呢個就係典型嘅火旺看水局，令你做有36，唔做有36。辛苦完一輪，發現自己個荷包好似穿咗個窿咁。在2026丙午年嘅9宮飛星盤入面，主管偏財同埋橫財嘅7赤破軍星飛臨到正北方，而主管正財嘅8白左弼星就去到西南方。上半年好多人因為呢兩個方位擺錯咗嘢，例如堆滿咗雜物垃圾桶，或者放咗一啲枯萎嘅植物，搞到屋企嘅財源通道被鐵底堵塞，好運根本入唔到屋。下半年要想接住呢波大洗牌嘅運勢，你一定要返屋企執乾淨呢兩個方向。正北方千萬唔好見到紅色或者黃色嘅雜物，最好放一杯乾淨嘅清水去催旺7赤偏財星。而西南方就最適合擺放一啲綠色嘅大葉植物去生旺8白正財星。當你將屋企呢兩個重要嘅風水水位打通之後，再配合接落嚟要講嘅生肖運勢，你下半年嘅揾錢速度將會快到連你自己都唔信。當新臨8月立秋之後，地支辛金開始掌權，金能生水，呢股乾涸咗幾個月嘅磁場終於迎嚟第一股甘露。下半年絕對唔係上半年嘅延續，而係一個超級巨大嘅財富分水嶺。喺呢個分水嶺入面，有3個特定生肖嘅命盤即將迎來翻天覆地嘅大逆轉，特別係偏財運同埋橫財運將會呈現出火山爆發式嘅井噴。你可能以為發達係注定嘅，但係玄學話俾我哋知，運勢嘅流轉從來都唔係單向嘅施捨，而係一個天人感應嘅過程。大風刮嚟嘅錢，如果你個命盤冇嗰個容量去裝，最後都係好似水咁流走。所以能夠喺呢場年底大洗牌入面穩穩陣陣接住呢波靠天富貴嘅人，必定係喺上半年嘅煎熬入面練就咗極度堅穩嘅心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份喺下半年谷底大翻身，準備數錢數到手軟，跟住落嚟嘅分析，你一個字都唔可以漏。第一個喺下半年即將迎來命運大翻盤嘅生肖，就係屬牛嘅朋友。屬牛嘅人天生自帶一種厚土嘅沉穩，你哋做嘢踏實肯壞，從來唔中意走捷徑諗縮數。但係正因為呢種性格，搞到你哋喺過後一段時間裏面，經常成為職場或者朋友圈入面俾人邊緣化，甚至俾人食死貓嘅角色。今年上半年丙午年嘅猛火對屬牛人嘅丑土造成咗極大嘅煎熬，因為丑土本身係濕土，裏面藏有癸水同埋辛金，但係面對丙午年排山倒海嘅烈火，丑土入面嘅水分好快被燒乾，辛金亦都面臨被融化嘅危機。呢個喺命理學上叫做火土相焦，代表屬牛嘅朋友喺上半年精力嚴重透支。你明明做咗好多嘢，幫公司或者幫朋友解決咗好多大難題，但係到頭來功勞去晒人哋嗰度，
自己連一句多謝都收唔到。不單止係咁，你可能仲面臨資金周轉不靈，或者原本應承咗會俾你嘅資金突然斷咗，令你陷入好被動嘅局面。你可能無數次喺夜深人靜嘅時候問自己，點解我咁勤力做嘢，對人又好，但係依然過得咁窮咁辛苦。但係請你記住，天道酬勤呢4個字喺下半年將會喺你哋身上得到最極致嘅應驗。入咗辛龍8月之後，隨住秋季金氣嘅引入，火土相焦嘅困局被徹底打破，辛金同酉金嘅出現，就好似係在乾燥嘅丑土上面鋪設咗一條排水渠，將燥熱嘅火氣引入，轉化為源源不絕嘅水源。對屬牛嘅人嚟講，你哋命盤入面嘅食神生財局將會正式啟動。食神代表口福、才華、創意同埋享受，生財就代表你將才華轉化為金錢嘅能力。呢個代表啲咩？代表你哋之前嘅隱忍，你哋慢慢積累落嚟嘅人脈，同埋靜靜雞練好嘅技能，將會喺呢幾個月裏面迎嚟集中變現嘅黃金時期。不過喺呢度要俾屬牛嘅朋友一個非常關鍵嘅提醒，雖然下半年財星高照，但係喺辛龍8月尾到9月初呢段新舊磁場交接嘅時間，你哋會面臨一場考驗。呢個考驗通常係關於一單舊主，或者係某個以前合作過、性格非常油腔滑調嘅老油條會突然揾你合作。呢個人講到天花亂嘴，話有個發大財嘅機會留俾你。記住，屬牛嘅朋友千萬唔好被對方嘅口甜舌滑遮蔽咗你原本沉穩嘅理智。你下半年嘅財氣係來自你手頭上實實在在自己能100%掌控嘅項目，而唔係靠呢啲虛無甚僧嘅合夥計劃。只要你避開呢個小陷阱，你下半年嘅3筆大橫財就會陸續有嚟。你哋嘅財富唔會係嗰種亞花一現嘅假象，而係一筆接一筆源源不絕嘅橫財進駐。即係我可以預測3個你哋最容易遇到嘅發財場景。第一個場景係一個你跟進咗好耐，甚至一早打定輸數嘅大客或者大項目，會無啦啦因為一啲政策改變或者競爭對手失誤滿，突然之間回頭同你簽約，而且個合約金額比你預期中仲要大。第二個場景係你平時出於興趣無心插柳搞嘅一門副業網店，或者是一啲小手藝，會喺下半年因為一個偶然嘅網絡分享或者朋友推介，突然間迎來爆炸性嘅流量，訂單多到你做唔切，令你賺到一筆非常可觀嘅額外收入。第三個場景係你多年前一筆一早闊到入肉，甚至已經被你遺忘咗嘅投資股票，或者係人哋爭你嘅一筆死數，會喺下半年因為市場回暖或者對方突然發達，奇蹟般主動還錢或者翻本，為你帶來一筆意想不到嘅驚喜財富。特別去到11月同埋12月，地支亥水同子水當權嘅時候，水氣最為旺盛，這正是屬牛人嘅財星臨門之時。呢2個月更加係你哋財富大開嘅最高峰，你哋會發現自己嘅銀行戶口金額不斷上升。喺呢段時間裏面，屬牛嘅朋友一定要保持對金錢嘅極度敏感，千萬唔好拒絕任何一個睇落去唔起眼嘅合作機會，因為你嘅超級大橫財往往就收埋喺呢啲細節入面。講到呢度，如果你或者你身邊最親嘅人係屬牛，又或者你覺得上半年自己真係捱得太過委屈，下半年無論如何都要將失去嘅一切連本帶利攞返嚟，請你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低扭轉乾坤呢4個字。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留言，喺玄學心理學入面，呢個係一種極度強大嘅意念力。在宇宙能量學入面，每一個文字都帶有特定嘅震動頻率，而扭轉乾坤這4個字本身就帶有一種將極陰轉化為極陽，將劣勢扭轉為優勢嘅強大磁場。當你打出呢4個字嘅時候，就等於係你向宇宙釋放緊一個強烈嘅信號，宣告你已經清空晒過去所有嘅衰氣同埋負能量，徹底打開個心胸，準備好同下半年最強大嘅轉運磁場進行深度接軌。當你打出呢4個字嘅一瞬間，你個氣場就已經開始改變緊，好運亦會隨之而來。調醒好我哋嘅磁場之後，我哋直接進入呢場運勢大洗牌嘅第2個高潮。屬牛嘅朋友靠嘅係厚積薄發去賺大錢，過程可能會比較慢熱少少，需要一啲時間去鋪墊。但係喺下半年呢場財富盛宴入面，有另外一種人，佢哋揾橫財嘅方式簡直可以用奇蹟嚟形容。佢哋唔需要經歷太漫長嘅等待，唔需要做太多繁複嘅準備工作，只需要一個關鍵嘅契機，一個極其重要嘅人物出現，
就可以瞬間扭轉個局勢，實現身家嘅暴漲。呢種近乎戲劇性嘅財富大逆轉，即將發生喺我哋第二個要深度拆解嘅生肖身上。佢哋就係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人五行屬金，轉數極之快，商業觸覺絕對係12生肖入面數一數二。可以咁講，喺揾食呢個範疇入面，你哋有住異於常人嘅天賦同埋直覺。你哋總能一眼看出邊度有商機，邊度可以低買高賣，腦袋裏永遠裝滿咗各種賺錢嘅橋段。但係俗語都有話，聰明反被聰明誤。喺今年上半年，丙午火極度克制辛金，即係在命理上叫做火燒辛金。辛金代表大腸呼吸系統，亦都代表你嘅行動力。上半年你哋會經常覺得頭痛、鼻敏感、喉嚨唔舒服，身體小毛病不斷。而在事業和財運上，火克金代表重重阻礙同埋突發嘅危機。你哋明明有好多絕世好橋同埋揾錢大計，但係硬係因為各種客觀環境嘅限制，資金未到位，或者合作夥伴嘅臨時變卦而冇辦法實行。既然提到屬猴嘅人上半年因為招惹小人而備受打壓，甚至乎被煽到入獄，我喺度就特別教大家幾招地道嘅面相學特徵，去幫你哋喺下半年精準識別身邊嘅寄君子同真小人。你依家即刻諗下你身邊嘅同事、合作夥伴或者所謂嘅好朋友，如果佢哋面相上有呢3個特徵，下半年你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同佢哋保持安全距離。第一種特徵係歪嘴。面相學上講嘴歪心不正，如果一個人平時講嘢嘅時候，一邊嘴唇會無意識向一邊歪斜，或者笑起嚟嘅時候，兩邊嘴角極度不對稱，呢種人通常心口不一，表面上同你稱兄道弟，讚你非常有才華，但係轉個頭就會喺老細面前打你小報告，將你嘅功勞據為己有，係典型嘅兩面人。第二種特徵係眉骨特別凸起，但係眉毛卻非常稀疏甚至起角。眉骨凸代表這個人好勝心極強，做嘢不擇手段；而眉毛稀疏則代表冷酷無情、薄情寡義。同呢種人合作，一旦牽涉到利益分配，佢一定會第一時間過河拆橋，甚至在背後落井下石，煽到你破大財。第三種特徵係眼珠左右飄忽，說話時不敢直視你嘅眼睛，這在商學上叫做眼流心動，代表這個人城府極深，腦袋裏時刻在算計得失佢同你接近。純粹係因為你身上有佢想要利用嘅價值。一旦你遇到這3種面相嘅人，下半年無論佢哋講得幾動聽，都千萬唔好同佢哋合夥做生意，否則好容易將你剛剛升起嘅財運徹底沖散。上半年你哋肯定覺得好谷氣，好似一身武功卻被廢咗雙手，有氣有力都冇掟使。但係風水從來都係輪流轉，一入咗龍南7月同8月，即係金秋時節，呢個就正正係你哋辛金嘅大主場。壓喺你哋頭頂嗰把武明火將會被徹底淋熄，秋天嘅金氣會幫助辛金恢復元氣，重新奪回掌控權。取而代之嘅係兩顆極之猛料嘅吉星天解，同埋8座飛入你哋嘅命宮。天解星最勁嘅地方就係幫你化解一切災厄同埋是非。這顆星就像是天界嘅和事佬，但手段極其高明。嗱，喺上半年一直禿你背脊挑撥離間嘅小人，喺下半年會因為天解星嘅作用，自身出現重大失誤，或者面臨更高層嘅處罰，搞到自己自身難保，再冇時間同精力嚟理你。你嘅職場環境會瞬間變得清淨無比。而8座星則代表地位嘅提升、名譽嘅提高以及權力嘅增加，即係代表你嘅才華將會得到公司決策層或行業內大咖嘅高度認可。更最關鍵嘅係，你哋將會遇上生命中極之重要嘅大貴人。呢個貴人可能係一個有權有勢嘅長輩，你以前舊公司嘅高層，或者係一個在行業內極具影響力嘅老客戶。佢嘅出現極其低調，甚至可能只是在一次偶然嘅聚會中與你閒聊幾句，但佢唔會直接塞錢落你袋，而係會俾一個極之堅、極其具有前瞻性嘅內幕消息你，或者搭路俾你直接接觸到一啲平時根本攬唔到嘅核心資源。對屬猴嘅人嚟講，只要俾條罅你都可以浪出個金相。下半年你哋嘅橫財絕大部分都係嚟自呢種資訊差同埋資源整合。例如貴人告訴你某個新興平台正在招募第一批核心商家，政策扶持力度極大，你率先加入，在短短1個月內就賺取你別人一整年嘅利潤。又或者你得知了某個地段即將重組，或者是某隻新型資產即將上市嘅內部消息，你做咗一次短線嘅精準投資，在短短幾週內就實現了資產翻倍。
你哋嘅財富會以幾何級數咁暴增，這種速度會讓身邊所有人大吃一驚。但係我喺度必須要嚴肅咁警告屬猴嘅朋友，下半年發咗達中咗橫財，千祈唔好四圍唱。屬猴人最容易犯嘅錯誤，就是稍為有啲成績就忍不住想向人炫耀，以此嚟證明自己。但今年是丙午馬年，火氣雖然咁弱，但餘威猶在。你一旦牙斬斬周圍認叻，或者是買名牌豪車過於張揚，極之容易再次惹起身邊人甚至是親戚朋友嘅眼紅和借錢要求，從而破壞呢個得嚟不易嘅超級橫財局。悶聲發大財先係你哋下萬年必須要死守嘅鐵律，只要守住秘密，你就能將執筆財富穩穩鎖在自己嘅口袋裏。如果話屬猴嘅朋友下半年嘅財富爆發，仲需要靠貴人提腦同埋自己嘅醒目。咁喺呢場年底大洗牌入面，仲有一個生肖，佢哋下半年嘅財運已經唔可以用爆發嚟形容，直頭係財神爺揸住大沓銀紙追住嚟派。佢哋唔單止正財穩陣到冇得頂，橫財更加好似開咗水喉咁湧埋嚟。呢種氣勢同埋規模將會遠遠超越頭先講嗰兩個生肖，絕對稱得上係2026年下萬年嘅橫財霸主。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機會做到呢個橫財霸主，記得繼續聽落去，因為錯過咗呢個天機，你可能要等多12年才能再次遇到如此強大嘅財星大會合。呢個喺年底前注定要坐擁金山銀山，準備數錢數到手軟嘅天選之子，就係屬狗嘅朋友。在12地之中，戌狗五行屬土，但它是燥土裏面藏有丁火和辛金，而今年是丙午馬年，午與戌在八字命理中形成咗一個極之罕見而且強大嘅人，午戌三合火局嘅半合狀態。這種半合局在下半年金水之氣鬥嚟時會產生一種奇妙嘅化學反應。火代表印星，土代表自身，金代表食傷，水代表財星。下半年水來之日，三合火局所凝聚嘅巨大能量會瞬間轉化，形成一股極其猛烈嘅食傷生財局。屬狗嘅朋友雖然係下半年冇可爭議嘅橫財霸主，但因為三合火局嘅能量過於燥熱猛烈，你哋下半年情緒好容易大起大落。特別係當一筆巨款或者一個超級大項目突然砸到你面前嗰時，你哋好容易興奮過度，壓力爆棚，從而導致嚴重失眠，甚至在極度興奮下做出衝動甚至錯誤嘅資金決定。呢度我教大家一個最簡單嘅獎賞自我檢測方法。屬狗嘅朋友，你而家即刻伸出你嘅右手，睇下你無名指下面，也就是商學上所講嘅太陽丘。如果這個位置最近開始微微發紅，甚至有一條筆直清晰深長嘅柯線向上延伸，這就係像商學上叫做財運線，代表你嘅偏財運已經旺到飛起，橫財即將入庫。當你發現自己有呢個獎賞特徵嘅時候，每逢做重大財務決策前，一定要強迫自己靜坐5分鐘，喝一杯溫水，平復一下興奮嘅情緒，咁才能保證你賺到嘅每一分橫財都能安穩落袋，而唔會因為一時衝動而付諸東流。對屬狗嘅人嚟講，今年上半年你哋可能已經隱隱約約 feel 到一啲大變動嘅先兆，你可能面臨了公司內部嘅架構重組、人事大地震，或者你自己主動踏出舒適區，開始尋上一項全新嘅項目，或者是籌備一次重要嘅個人轉型。雖然上半年嘅過程有些跌跌撞撞，甚至因為合夥人意見不合而讓你感到十分疲累，但大方向一直都係向前行緊嘅。而到咗下半年，特別係秋末冬初交接嗰段時間，你哋命宮入面嘅張星同埋金命兩大超級吉星將會同時大放異彩。張星代表住極強嘅領導力、決斷力、威嚴同埋話事權，這意味住屬狗嘅朋友喺下半年將會喺事業上佔據絕對嘅主導地位。無論你係普通打工仔、中層管理，定係自己做老闆，你哋都將會迎來一次巨大嘅權力大躍進或者地位大提升。在職場中，高層可能會突然指派你全權負責一個核心利潤部門，你將掌握前所未有嘅人事和財政預算大權。你做嘅每一個決定都會極之神準地避開陷阱，踩中個賺錢風口。而金雞日星就係傳統命理學入面掌管金銀珠寶最高級別嘅財星。金雞日在古代代表皇帝儲存黃金和重要文件嘅箱子，引申為財富金庫。張星與金雞日同宮，在八字中被稱為張星坐金夾，這是一種極其顯貴、必然暴富嘅格局。兩大吉星相劍合璧，帶俾屬狗人嘅將會係全方位冇死角嘅財富大爆發。
你哋嘅大橫財通常係嚟自你哋原本主業嘅跨界延伸，或者係一次意外嘅強強聯手。一路我們同樣可以深入剖析3個屬狗人下半年最真實嘅發財通路。第一個通路係你本身做開傳統買賣或實體店鋪，下萬年因為一個偶然嘅機會，你結識到一個搞網上平台或者直播電商嘅頂級猛人，兩個人一拍即合，將你嘅產品或服務推向線上。結果呢個新渠道在短短幾周內爆發出嚟難以置信嘅告擺力，銷量呈10倍、100倍咁翻。原本你以為1年才能賺到嘅利潤，現在可能在一個活動中就能輕鬆到手，利潤多到你唔信。第二個通路係你名下一筆一直丟空無法出租，或者實際你眼中已經不斷撲直，甚至成了康首山譽嘅資產、房產或地皮，下半年會因為政府一項突如其來嘅大型規劃，或者是某個龍頭企業嘅高價收購，突然價值連城，這筆原本死掉嘅資產會在極短時間內變現，令你一夜之間晉身富豪行列，徹底實現財務自由。第三個通路係你長線持有，甚至已經做好了拉選準備嘅金融資產，例如股票基金，或者是某個股權項目。下半年該項目會突然傳來成功上市，或者是被巨頭逆價收購嘅驚天好消息。你所持有嘅股份價值瞬間暴漲，為你帶來一筆足以改變你下半生軌跡嘅天降橫財。對屬狗嘅朋友嚟講，下半年嘅你哋好似成個人變成咗個超強大嘅吸金磁石咁，唔單止啲錢會自動自覺黐埋你度，甚至連最頂級嘅人脈同資源都會排住隊嚟揾你合作。去到10月、12月呢段時間，你可能會面臨好多合作邀請和投資項目，甚至會因為賺錢嘅機會太多，電話接不完而覺得分身不暇。喺呢個階段，你需要做嘅就係放大自己嘅格局，千祈唔好再喺啲生肖婆仔數上面斤斤計較。你要學會借力用力，將具體嘅執行工作交給專業團隊，自己則將眼光放長遠啲，專注於大項目嘅佈局同埋長線資產嘅配置。你哋下半年賺到嘅絕對唔止係可以俾你買車買樓改善生活嘅現金，而係一筆厚實可以持續產生收益，足以令你成個家族實現階層跨越嘅噴大資本。你哋一定要做好隨時迎接巨額財富衝擊嘅心理準備，因為呢種超級大運一旦啟動，最少會維持3年或以上，帶領你走向人生嘅狂風。睇完呢3個喺下半年即將迎來大翻身嘅生肖，我哋唔難發現一個不變嘅定律，無論係屬牛嘅厚積薄發，屬猴嘅貴人相扶，定係屬狗嘅天作之合，所有嘅橫財同暴富都係建立喺佢哋上半年嘅隱隱堅持同埋對時機嘅精準捕捉之上。玄學上有一句名言叫做有命揾錢都要有命享。下半年呢3個生肖賺到盤滿立滿嘅時候，點樣去守住呢筆橫財，等佢可以嚟滾嚟，先係最考智慧嘅地方。好多人一中橫財，第一時間就去買名牌換大車四圍請客。其實喺命理學上，呢種行為叫做散氣橫財，本身就帶有一種極強嘅流動性。如果你不立刻將佢轉化為不動產或者是穩健嘅長期投資，呢股財氣好快就會流走，甚至會帶走你原本嘅正財。所以我建議這3個生肖嘅朋友，下半年賺到大錢之後，第一時間要撥出一部分資金去做好防鎖性嘅財務規劃。例如幫自己和家人買份保障，或者是存入一筆動不得嘅應急基金。同時玄學最講求功德同施予，當你得到天地磁場嘅眷顧，賺到咗別人幾輩子都賺不到嘅財富時，一定要記得拿出一小部分去主動幫助身邊真正有需要嘅人，或者是做一啲慈善捐獻，即在玄學上叫做散財聚氣。你散去的是仇財，駐紮起嚟的卻是更大嘅福報同正能量，這樣才能保證你嘅好運延續下去，不至於盛極而衰。玄學從來都唔係教人躺平坐在家裏等待天上掉餡餅，而係教我哋睇清天地大勢，在命運低谷時默默修行積累力量，而當天地磁場最旺我哋好運來臨嘅時候，去果斷出擊，付出最大嘅努力。如果你嘅生肖冇被點名，千祈唔好覺得失落或者怨天尤人，因為命運嘅齒輪是不斷旋轉嘅，每個人嘅命盤都有自己嘅爆發期。今年不旺，可能明年就是你嘅主場。如果你身邊有屬牛、屬猴或者屬狗嘅親朋戚友，不妨將呢份喜氣和這篇詳細嘅好運指南與佢哋分享。當你將祝福送出去嘅同時，
其實亦都係在向宇宙傳遞一種慷慨喜悅嘅正能量，是在為你自己默默積聚緊福報。當你嘅氣場充滿了感恩與喜樂，財神爺遲早都會敲響你家嘅大門。